從外交部新福州出包風波講起，台灣人本日教了50年，才學到一道現代法治嘅觀念，第愛守法、守規矩，冇像中國人冇王冇法。冇想到二戰結束，中國政府一來，帶來中國人嘅劣質封建文化。冇幾多陣日，台灣人就學會了中國人嘅虛偽華麗之風。請參考記者出身嘅前輩作家吳楚留先生嘅《無法過台灣聯考》兩本書所寫。俗話講，學好3年，學壞3日，確實唔會差。台灣自1945年到今，浸泡在中國將港文化超過70年，公務機關萬乃都係能留就留，能分就分，拖垮政府嘅公務人員。2016年，政黨再個輪替，民進黨第一擺拿到執政權，蔡英文政府上台。不過公務人員並冇輪替，佢哋嘅舊習慣、舊文化仍然冇改。執政黨嘅政務官乃佢哋唔好，指揮唔通佢哋，行政事務將會節出問題。去年軍中出了假擺大問題，本人民累到為死。政府過程一腔冇愛冇債，並冇對症下藥，故所將會研究有個出包，從內政部一政署長林國賢點崗位，上愛唔是經過安檢就入去軍方營區。外交部兩務局新辦福州內業嘅繪圖都唔錯圖，畫到美國嘅飛機場，引起大風炮。呢兩件事情都本蔡政府太下面子。前一波嘅賴清德上任行政院長，好不容易將辦過一些些嘅民調，啱時就落下去咧，真見係老古人講嘅，10年生之不足，一朝派之有餘呀。按樣辦來改變公務部門本中國將港文化進入國嘅壞體質，提升公務人員敬業精神同行政效率。確實係民進黨政府要認真思考嘅問題。希望卡答應到位，繼續本嘅到黨國義業辦後腳張建。2018年嘅期中考選舉，恐怕就難過關了。